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下我哋部 Venus Legacy 女王機。咁咧而家好多客人咧都會問我，其實 Venus Legacy 係咩嚟㗎？成日叫佢女王機，點解佢叫女王機啊？嗱，Venus Legacy 咧其實係一部用 MP2 磁頻為一個主要技術嘅儀器，由以色列生產。其實已經喺香港咧有好多年嘅歷史㗎啦。咁咧，佢成個機點解會叫做女王機咧？就話説咧係有一個名門，咁咧佢又好中意呢部機，咁佢即係名門中嘅女王啦。咁所以咧，佢基本上咧差唔多一個禮拜咧都會去美容院咧做幾次呢部機，而達到佢咧身材啊、身材嘅管理啊、減肥啊、面部嘅提拉啊，基本上每一忽地方可以做到女王機咧，佢都會做嘅。咁所以咧，久而久之咧，就將呢個名咧就變咗做女王機。咁講到佢點解每一個 body 每一 part 都要做咧？其實佢個功效係非常之好嘅。Venus Legacy 咧，佢有減肥嘅效果啦。佢通過佢嘅 MP2 磁頻同埋佢嘅熱能啦、RF 熱能咧，可以令到我哋嘅脂肪分解啦。咁可以做到個減肥嘅效果啦，佢可以刺激我哋嘅膠原母體細胞嘅增生啦，生出膠原 BB 啦，令到我哋皮膚緊緻啦。同埋咧，佢個 MP2 磁頻咧，亦都可以咧令到我哋幫助我哋改善我哋嘅痛症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成部機可以做到差唔多係一個 total solution， 既靚既瘦，同埋亦都有治療性嘅效果。所以如果譬如話，你可能有啲痛症喎，譬如話肩周炎啦、坐骨神經痛啦、膝頭哥痛啦，甚至乎可能你成日要企啊，或者你成日坐得多啊，隻腳有啲水腫嘅問題啦，呢啲咧其實 Venus Legacy 喺痛症方面咧都可以幫到我哋嘅客人咧去解決佢嘅問題嘅。所以咧，如果大家想試下嘅話，記得打電話俾我哋啦。